台湾甲日本有32个共名的火车的车头，双方的上山、龟山、关山、田中站拢已经是姊妹站咯。今仔台中市的日南车头，嘛甲日本宫崎县的 JR 九州日南站来乘做姊妹站，嘛望讲做伙来推动铁道的观光。在地表演乐团演奏《快乐的出房》，这首源自于日本，伫咧台湾也大家拢真熟的歌曲。 庆祝台铁局日南车站，甲日本 JR 九州日南站缔结为姊妹仔站。日方包括日南市长高桥拓，也有 JR 九州宫崎支社長中岛敬介拢亲身出席，希望帶動台日鐵道觀光。この後の姉妹駅の締結、このことは台中市と宮崎県、そして日南市、その距離が 縮まることを私は意味するものとそう思っております。結びに、台湾鉄路局の皆様の安全運行と、今日ご出席ご参列の皆様の、幸せを記念して、挨拶とします。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 日本九州日南站伫咧宫崎县，19水年开业，是知名观光列车海信、山信主要运行路线其中一站。代替日南车站是伫咧台中市大甲区，1922年落成启用，真特别的木造建筑保存甲真好，向列为市定的古迹。这也是台日铁道32个同名车站内底，伫咧松山、龟山、关山、田中站了后，第5个缔结的姊妹仔站。它的特色呢？ 就是沿着海岸线有一些观光列车的开行，那将来我们也会学习他们在观光列车退站的一个经验，来做我们在推导铁道观光旅游的这个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。台铁表示，缔结姊妹仔站唔那是当促进台日铁道文化的交流，也佫会使互地方发展，因为日南站也伫咧中部海线地区。 未来无排除要来向 JR 九州合适，打造海线观光列车，吸引更较侪游客来到这。记者台中报道。